们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天上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这永恒唯一的盼望。一起拍掌来赞美他。因为耶和华为大，他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一起来赞美他。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的解答，阿们吗？耶稣是生命的黑暗的亮光，阿们吗？那我们大声来赞美他。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在，是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请举手来宣告，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将忧伤变为喜乐，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是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现在神主耶稣，你是将忧伤变为喜乐的神，将惧怕变为力量的神。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主耶稣你也说，我们要常常向你来祷告。因为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熄。你珍惜我们每一滴眼泪，你倾听我们每一句祷告。就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依靠你，我们就要向你来祷告。因为你必看顾我们，你必站在那个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为我们来祈求，为我们来呼求。就就是你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彰显在这块土地上面，让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你的应许。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水，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生命祷告的火，烧我们。在破口中，呼求，
流泪如何，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震动这时代，靠着圣灵祷告的火，焚烧我们。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是主耶稣，你站在我的破口，是为我呼求，来赞美你。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何，清醒如水，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生命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带信心坚定地当作你，用你的话语称赞，宣告你国在主耶稣，愿你来兴起守望的大军，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在信心坚定地当作你，用你的话语称赞，宣告你国度降临。用全大声的呼求，神呼求，永不放弃，清澈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夜里迷离心，大声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澈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解放这时代。大军，我们在大声来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夜里迷离心。我们来向你大声的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心意释放。来，更多的向主来呼求。是说我们要向你来大声的呼求，不要大声的向你来祷告。不合适，我来敬拜你，这边你看清我，看清我每一滴眼泪，看清我每一滴祷告。不要向你来祷告，向求越求越守望，向你心释放这时代，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再次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我们都可以成为祷告的大军。你兴起，祷告的大军。耶稣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是按照你的心意，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站在你的应许中，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现在，上帝主耶稣，感谢你让我差遣我们今天祷告会，与我每
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地方成为主耶稣你祷告的大军。我们要为我们个人、为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世代来代求。主耶稣，愿这些一切的旨意都照你的旨意来降下你的应许。愿我们希望主耶稣，愿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台2区的见证会哦，很高兴。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医治的神，安慰的神。我为什么想要分享医治的神？因为我觉得祷告会中，我觉得那个见证很大，那个可以见证神的大能，我觉得就是医治，还有就是那个安慰。就是说，我们透过祷告会可以安慰很多他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安慰到就是说遇到难事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祷告的那个大能，真的可以在此来显现。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应许里面有在诗篇里面。107篇20节，他发命令就医治他们。然后诗篇147篇第3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再来诗篇103篇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好，那我们首先先来分享那个神的医治。神的医治有第一个是神超自然的医治，在所谓的超自然的医治，就是说它瞬间可能让我们的病痛就突然间就好起来。那像圣经上里面有耶稣可以医治瞎眼、瘸腿，还有耳聋，跟血肉的妇人。那在我的生命中，其实我常常听到我爷爷还有奶奶他们的见证。像我爷爷他为什么会信主，就是他去动手术嘛，那刚好就是有神学生来到他的床前来帮他祷告。本来医生宣告说他要1个礼拜才能下床走路，可是神学生来帮他祷告完，他就很惊奇，为什么这么神奇啊？我可以马上下床，而且不是像医生所说的是要等7天，是一下子，是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超自然的医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医治的大能真的就是很奇妙。那我奶奶常常跟我分享的见证，就是我三叔在小时候发烧，烧到已经那个高到就是脑袋要烧坏了，可是很奇妙，那个牧师就来帮他祷告。本来那个医生也宣告说，你这可能要送去那个，就是送去那个，应该说送去可能要埋葬了。那我想说，我奶奶想说这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就赶快去请，因为那时候我爷爷已经信主了，那所以就赶快去请牧师来帮我三叔祷告。也很神奇的，烧就退了。所以我三叔活到现在，还是活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超自然的一个医治，我觉得就很棒。所以他们长辈给我们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那个见证，我就觉得在我从小的心里就埋了很多，在信仰的那个见证就埋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见证真的很棒，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活在这个信仰当中，然后让我们去经历神，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难事或病痛，真的就是凡事要抓住神，神是成为我们依靠的主，成为我们医治的神。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哈。这个是第一个超自然。那再来一个，第二个是怜悯式的医治，它可以透过医生的治疗还有休息来成就医治。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啦，就是我们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我们都是透过医生，但是我们还要借着祷告，然后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很好的恢复。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灰心，有透过每个人的祷告，或者是
就是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就应该要抓住神。我们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可以依靠，随时都可以得到我们的病痛，都随时可以得到医治。好，这两个医治是我想要分享的。那再来，我们所有的医治的源头，我们就是要真的是要感谢上帝，因为有上帝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得到医治。好，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凡事到最后就是要感谢主，来荣耀主。好，再来就是安慰的神。为什么会讲到安慰的神呢？因为我们身体是不是都会有时候会有病痛？那病痛当中，我们可能会有那种害怕，就是我的病会不会好，还是会很忧虑，说，我的病会不会突然间就会更严重或怎么样？就是那个忧虑一直常常在我们心里了哈。那有时候就会很疲惫，尤其这个过程当中，等一下我们的见证哈，那个有一位姐妹，她真的就是躺了一年8个月，所以我觉得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就是因为有害怕，也有焦虑，也有疲惫，也有孤单，因为还有就是先生照顾嘛。那我们我常常要说我去可以去探访你吗？可是他又不要，因为有些人病痛，他不想麻烦人来探望你，他觉得这么麻烦，我也没办法起床来跟你，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就希望说招待你或干嘛，他就觉得好像我们也成为他的负担了。我是觉得他可能也是成为他们的负担，那是我们只是那个心。只是想探望的心，让他得到一些安慰，所以也不是说，那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不愿意让我们去探访，但是没关系，但是我相信，因为他有信仰，所以因为有信仰，所以他可以把持得住，说好，我将这些忧虑、还有疲惫、还有孤单，我都交托给主，所以有主在，他就可以完全。在这个等待当中，透过这个信仰，可以让他完全得到恢复。等一下我们就是有一位守时姐，她会来用录影的方式来跟我分享她的见证。但是我觉得这个见证我真的觉得也很棒，因为我觉得躺1年8个月，我能够会有信心能够恢复吗？我相信应该每个人会觉得。快要没有信心了，快要没有力量，所以，但是我们等一下就来听他的见证。好，等一下我们总共有5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有这么多？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小组长，因为你们的鼓励所以他们虽然是有些人是用录影的方式来见证那等一下是洛奇在现场，那其他4位是用录影的方式来见证。然后我这一次呢，我特别跟他们讲说，我想要他们从来没有出来见证的弟兄姐妹出来。那就是说以前有见证过就不好意思因为我怕耽误太多时间，就不让他们这一次出来见证，以后再见证。那这一次都是完全没有出来见证的弟兄姐妹出来。好，我们首先欢迎那个洛奇来帮我们做见证。平安，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把信仰耶稣的见证能够讲出来。我能说，在我还没有信基督教徒的时候，我是一个佛教徒。那呢，经过了有一个学姐，她带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边唱的诗歌，所以我现在很喜欢唱诗歌。那我也参加松年大学的诗歌班，让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多。那呢，我今天呢要讲的是我的见证是，我曾经发生车祸过，脚断了，手也断了，并且
差一点不能弹钢琴。那时候我心里很难过。结果这位学姐呢，处处的陪着我。她说今天她来带着我来信仰耶稣，耶稣会给你力量。我刚开始呢，默默的接受。她又拿了一本圣经，我就说：“哦，这本圣经好厚啊。”她说：“这还不够厚，你还没有看到更现代译本的圣经更厚哦。”然后她就开我玩笑，那我让你读新约圣经就好了。新约圣经呢，有一篇马太福音第6章的9到13节，就叙述祷告的重要。我就学了这个祷告文、主祷文。那我们每次小组开会的时候，红满区长都会带着我们念一次这个主祷文，收获良多。那呢，我开始慢慢的学什么读圣经。那我刚才说我见证我的车祸，我就是慢慢的祷告，在床上。那医生呢，没想到这位医生也是基督教徒，他也是陪着我这样子。结果我的脚先复愈了，就安全了，但是是有装支架的，手也有装支架，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右边是残废的那其实呢，现在都好了，我还能弹钢琴，我还能走路，感谢，一切是耶稣带给我的。当然，我周围的朋友也对我的照顾，这也是不可或缺的。我现在读几篇我在圣经上学到的一件事情，它叫做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以赛亚书4章10节。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神与我们同在，那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信仰他，有信他，他就给予我们的东西。有一句话说，你有求，神必给予你。这个事情我真的相信。那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有永远的真理、生命、天国。人没有真理的话，就会败坏。所以呢，要圣灵的话语，圣灵的话语就是圣经，它会给你神所要给你的智慧跟信心。而这里就提到真理。我们如果要能够爱人如己，包容，还丰富恩典，国度合一，能悔改你所做的事情，你也就是有追随神的真理。不好意思，我有一点紧张。好，等一下，好。这句话是给我很大的教训，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章2至3节。这句话是最主要的。而我呢，讲的就是我题外话的话，就是我这个车祸好像也是带给我一个认识主的
一个管道。我手残废的时候，不是残废，手断了，那我就请医生一定要帮我接起来。那医生就说没问题，你只要有信心，主一定会帮助你，我会帮你接起来。没想到接起来了，也能弹琴了。我真的很感谢，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发现呢，到教会来呢，会弹琴的人真是幸福。那我有学音乐，也是很幸福。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爸爸。我现在把感谢我爸爸的事情，感谢天父，让我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学习音乐，让我每次我要讲一下，这是我的江南教会很努力的来参加主日崇拜，这个要感谢品玉姑娘，品玉，她载着我，有时候我睡晚，她说，要去教会了哈，那呢，我在这边呢有听到牧师讲，在3月15号讲的生活目标，我听了觉得有一点感觉哈。他说，人生在追求什么？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这么多的需求，真的是很需要。我们生理就是他给我们吃，安全的需求不必为食物吵扰，我们有永生的食物可以吵扰。社会的需求，信所信来的，这是神的工作。尊重的需求，到我这里来不会饥饿，信我的人绝不饥渴。我最感觉的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呢，就是说我自己有一点点的感想，就是对自己生命要有所目标，对自己的做的事情要说有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即是帮助自己，就是像爱人如己。那呢，我觉得这些在我们小组当中都会分，尤其在小组当中，我们的慧娟组长哈，他也很帮助我哈。那洪满区长也很帮助我。那刚才我们都知道，若琪不是今天在这里，是他们2个推我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不要逃避，也是我有能够表现的一番。因为今天呢有一点点紧张，那我最后用主导文来。主导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9至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谢谢。以上祷告的是奉主耶稣的求。阿们。我们真的感谢看到这样的精神啊！晚上你看要出来，真是不简单。但是真的是
我要感谢你，因为当我在这个小组的时候，有时候很灰心啊，就是因为这个洛奇，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装个鬼脸呐，啊，你怎么样啊？哎呦，我看到这样的装那种笑脸的时候，对待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还是他那么可爱。当我们上上礼拜，我们就是要选一首歌，我不知道选什么歌，他就在我旁边，这首歌很好听啊，很不错。哎呦，我不会唱呢，我唱给你听。可是他唱得很小声，是什么歌呢？好棒哦，我们都是无价之宝啊，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的起音出来的时候，我就大声的唱，因为我知道这个无价之宝的歌是很好听。我们都是无价之宝，所以我真的感谢区长，就是因着你，然后这样的陪着我。有时候我有情绪化，对不起，但是呢，就是很有耐心的带领我们。更感谢就是我这些小组员哦，我们组员就是秉利跟这个洛奇，他也一直鼓励我，好啦，继续啦，继续啦。你看他们这样的关心我。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谢谢。太棒了，好，我们再来第2位是那个谢庆顺兄哈，他要来见证，用录影的方式。对，我是尊敬神，尊敬上帝，因为上帝说他是耶稣说他是来世间，他第3天活过来是活神，是等于是活人，是跟我们一样。那我们也要尊敬他，他也要吃东西，我们感谢吃饱吃饭，感谢上帝，阿们。这个是叫上帝来一起吃饭，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结果我知道，说阿们，感谢主，一起来吃饭怎么样？那是。叫上帝来一起吃饭，不是说有的不知道，在吃饭，不管你吃什么东西，水果一样是要祷告，对，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他没有跟你，他不会跟你讲话，对不对？大家都不知道说阿们是什么，感谢要感谢上帝，所以其实上帝他是做铸造者，对，与我们同在，阿贝拉罕后来阿贝拉罕是牧师。讲说阿贝拉罕是仆人，是上帝的儿子。以前不是他不是上帝，他不是神，他是信心之父了，他是有信心的。对，大家一样，我们也是信心，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的仆人，还传道者。我说到处有机会我就传道。对，人家听说上帝多好，你们要来信，来试试看没有关系，你不懂没有关系。有一次去大溪传道，还传道我是天主大学毕业的，你讲话会比我懂吗？因为天主教认识的是玛利亚，那也认得说玛利亚是我们妈妈比较伟大，有母亲节。他们都信妈妈，其实要信主耶稣，信神是上帝上帝是天父。那是神，是我们的耶稣。耶稣是第3天又活过来了，他是活人，他不是说死了，他有复活，复活了。然后他一样要吃东西，我们人要吃东西，他也一样。要不然你祷告干嘛？对，祷告的意思有的大部分都不知道。你要凡事你要吃什么，几乎都要祷告，要祷告上帝跟他讲说一起来喝茶，来吃糖果，这才对。不是说你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这不对，要。跟他祈求说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糖果，享受这杯茶，不是说你要高兴怎么吃怎么吃，不是这样子。上帝也一样要吃，他没有讲，他没有跟你们分享说我们祷告干什么，我们要睡觉什么要祷告，那个不是，那是叫我们要叫他一起来吃饭，他要吃饭。不是也是你对阿贝拉罕跟我误会神，那我就不大相信，到底是阿贝拉罕是神是上帝。或是因为以前的师傅很多嘛，对不对？都是什么和善什么样嘛，可是我以为误会他了。结果有一天牧师讲到，我听到说阿贝拉罕是仆人，是好，上帝的儿子。那我就在反省，不是啊，阿贝拉罕不是，我才知道反省说难道说我是认错了？他不是，他是不是神？他是儿子，上帝的儿子，他是传道者。
好，那再帮也感谢那个庆顺兄哈，有这个勇气一起来见证哈。那我觉得他就是也很喜欢传福音，然后他其实就是要我们凡事感谢啦，凡事都要祷告。我觉得他的那个生活就是还是把这个重心都放在他的生命当中。那虽然他好像有糖尿病，但是我感觉他最近身体好像有比之前好多了，感觉之前啊就常常因为病痛不舒服，但是他依然来到小组，那他有愿意见证的心，我们就是让他今天也一起用录影的方式来见证。那我们第3个见证是台菊姐哈，黄台菊。我哥哥做珍珠丸子，做本蒸肉。哦，他现在这么哎，知道他们要来哦，知道他们要来，我跟我哥哥说，哎，把你的拿手菜做2道出来。哦，他那天珍珠丸子做2道，很好吃哦，还有那个本蒸肉哦，好漂亮，哎，本蒸肉已经快吃完，剩3块。我说，哎，有没有照相？忘了照相，剩3块也有了，照起来，也还不错了。他现在他只要不要摔跌跤，他现在头那个淤血哈，慢慢消掉，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摔跌跤。哎呀，你说不会摔跌跤，有一天晚上，大概半个月前，他半夜起来上厕所，他就不拿那个4只脚的拐杖，给老了，他就走下去，一到厕所门口刮结头他，动不了，半夜2点呢，他就按他的那个救护铃，救护铃那个警察就来，2个警察跟一个他们管理员就上来，结果警察就打电话给我，那警察也是骗我，就是要我去，他说，哎，你哥哥是这个黄汉生是不是你哥哥？我说是啊，他又摔跌跤，我说啊，又摔跌跤，我说那你们就把他扶起来就好了。他说：“那万一要送医院，我送医院就送医院呐。”他就要我去。我说：“哎，我这么远呢，3更半夜，你叫我一个女人在外面跑啊，很危险。”哎，那我们上不去呀，我们没有磁卡。好，感谢主哦。那个汉生兄也因为大家的一起为他祷告，然后他的那个淤血哦渐渐好了。那现在应该走路，应该也可以慢慢的就是走得比较稳哦。那也因为大家的带祷，那就身体渐渐的好起来。还有小组长啦哈，大家一起关心，一起去帮他祷告，真的感谢你们的付出。说真的哦。不好意思哈，在当这里台菊，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受洗后就360度的转变，所以我们礼拜天在的话，我们就说慧娟你要不要去？虽然他礼拜天有时候没有来聚会，但是呢，我们不想停止，因为我们要小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小组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说，你看他做的什么。每天就是陪着他哥哥，然后真的，我们那天就买那个什么那个面啊面汤啊哈，因为没有那个中餐嘛，我们就全部到他那边去，他就煮个那个珍珠丸。虽然他行动方面很不方便，但是他用头脑，就是要动，他就是很热忱的，一早上做到下午，差不多我们要去才做完。你看他就是有那么心接待我们，我们真的感谢他所以台菊我们是要为他祷告，因为他真的是用行动来感动，来帮助他，陪着他，我也是要陪着他们不管怎么样，就是由圣灵来帮助。虽然我很疲倦，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因为陪着这个兄妹一起来，这是我的职分。感谢主。谢谢慧娟姐。那我们再来第4个见证是那个李叶英姐妹哈，我们请帮忙放录影。美慧，对，不好意思，张美慧姐妹，不好意思。
嘛，一个月薪水45000，还有一个车位，3000块就48000，因为薪水很高，对呀。那后来呢？年轻嘛，13岁，对啊7岁过世。后来有都好一点了。现在在上班。哦，感谢主，对，感谢主。我1年来一直每次我这都写上感谢。哦，对。现在已经1年多，现在已经好了。哦，对，你也是很关心那个汉生兄。汉生兄，对。对你很关心，你就是关心人家。他有时候还买东西去给我哥。对。拿葡萄，我去我哥哥那，哎呦，你怎么有这个葡萄？那时候美惠送，他就是随时关心人家，对，感谢主。美惠姐很有爱心。对，感谢主。我觉得手指姐很有爱心，其实我们里面很多。好，感谢那个美惠姐的见证啊，其实她就是在见证她的儿子杜玉如，就是他身上有心脏装那个支架，然后身体越来越好了。那现在也都能够出来工作，所以真的感谢主哈，真的也是大家也一直在小组为他的儿子来祷告了，所以他身体就都渐渐好转，真的感谢大家。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李叶英姐的那个祷告，的那个见证。其实我已经下了很久了，我从去年我就去那一家医师检验过了，14年我去的时候，那个医师说，你吃了营养才会眼睛这样，我说我白内障，你吃了营养才会白内障，我没有吃营养，你多了1岁啊，你跟我去年到今年就多了1岁，我看过了2、3个的医院我都不敢去的，我心里都很害怕的。有台积今天的鼓励，还跑到中立去，还去中立的，他舍近求远，求得很远呢，就在他家附近。对啊，所以说就是今天有台积我才敢有这个力量勇气去的。小组我很感激他呢。对，小组啊，有参加小组啊。没有重点呢，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5天的眼睛都消掉了，所以现在好，恢复得很好哈。眼睛感谢主。对，好，感谢主。这个颜色太深，你走路会看不清楚。你跟他讲，他还会给你一个透明的，他会再送你一个透明的。我知道。如果你说我把这跟他罗化的，他会送你一个透明的。我说台积的人就好诶，但是有人我们要给他介绍，就会更多人不会害怕。我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害怕，可是我听到台积都做好了啦，他哥哥也做好了啦，我做2个啊。我给吴医师说，我的朋友2个都做好了呢。对啊。他就一直看着我，给你勇气。对啊，给我勇气啊，对啊。好了，感谢上帝哈。感谢上帝。好，感谢上帝。我做得很成功，都不会痛，也不会不舒服，不会。都没有害怕，每天都睡得很好，又不用花很多钱，又没有花很多，就挂号费而已嘛。我这一颗是用那个健保的，18块呢，100块就给你 OK 了。我再回诊也是挂号100块啊，一共300块就解决了。对呀，我觉得他们兄妹在那边做很好。那个医生很厉害，妙手回春呢，真的。那医生很客气，他会开玩笑。他会开玩笑。你要说，我们有经验过我们要报给。对。没有做的人不要害怕，不要那个很紧张。谢谢各位，谢谢。好，将荣耀归给神，好，阿妹。哇，感谢主了，因为他们参加小组嘛，那小组可能那个台菊姐他们都很热心的帮他介绍医生，也让那个叶英姐有信心的去动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现在也完全都得到恢复啊，真的感谢主哈。好，我们再下一个见证是康守之姐妹。
腰椎手术是腰椎受伤，是因为照顾我婆婆的时候受伤了。那时候婆婆大概28年前哦，婆婆比较胖，那我照顾她受伤以后，就一直没有去做治疗，然后后来也就婆婆过世了以后，就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这样到处找医生，找不到，医不好，真的花了不少冤枉钱，后来才去我同学推荐我去找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一个叫蒋永孝，这个神经外科的医生呐，他帮我做 MRI。才确定说我已经那个第4、第5节的椎间盘磨损了，然后再帮我用微创，结果是很快我就能够走路哦。他说那你现在可以走路了，那你要多可以去逛街啊，去玩啊。结果经过了11年那个垫片钛金垫片就耗损了嘛，那所以在111年我又去开的第2次，这一次是锁4根钢钉。医生就跟我讲说，那个这一次是找那个罗医师啦那个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罗医师帮我开的，他锁4根钢钉，他就说你腰椎现在就靠这4根钢钉在维持哦，你自己要好好保健哦。那后来我手术后躺了1年8个月，不太能动。后来慢慢好了，我就坐起来，然后慢慢就这样走出来，然后就又回到医院了。对，感谢主，我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一直在向神祷告。感谢主。我说我还问神呢，我还自己要这样问上帝说，难道孝顺是错的吗？难道善良是错的吗？主啊，你要不然你让我这么苦，那要不然你带我走好了。那时候还这样祷告。后来慢慢的我说主啊，如果能够让我恢复的话，我要赶快回去教会。因为我以前洪恩教会有一个邓慧敏执事，他就跟我讲，手之姐你离开教会太久不好，如果可以你赶快回教会。后来就是因为洪恩教会的那个椅子板凳硬邦邦的，我坐下去痛好几天。后来我就慢慢找教会，我也到灵粮堂去找那个椅子好不好坐，也不行。后来就找到迦南来，然后就把会籍迁到这里，就这样子。感谢主，那现在都完全好了吗？也不能说完全好，就是活动比较不受限，有时站太久这个腰椎的地方还是会稍微酸痛，下坠的感觉。但是至少现在还已经可以出来，对来教会，然后也能够在教会有一些就是可以参加小组聚会，对，甚至还可以在小组里面一起服侍真的感谢主好。感谢那个手之姐的见证哇，真的很棒。好，以上是我们台2区的见证，也感谢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来分享他们的见证。我们真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的神，你是安慰的神。在你当中真的是有医治，那因为有你的同在，所以他们得到医治；因为有你的安慰，他们得到拥抱；因为有你的盼望，因为你的掌权，真的感谢主。
也愿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可以临到每一个病痛的人，也愿天父的爱安慰每一颗心，愿圣灵亲自来做工，使我们心里满有平安与力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再次来赞美我们的神，感谢神医治我们，然后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我祭，用新生命，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今天高降临，在你心意横切祷告，听主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殿，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再一次使我成为祷告殿，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为世界、为社会、为国家、社会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着这个世界上的战争，除了乌俄战争，也在巴基斯坦、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哦。那感谢主，在这个停火2周的协议，那今天对世界台湾的股市带来很大的激励。那也相信，让我们知道和平的可贵这个不要因为人的欲望或权力带来这个整个社会、国家或是世界的动荡，求主能够掌权。第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国家的总预算的案，都已经4月8号，但是我们国家总预算还躺在这个立法院当中，那很多的费用呢都还没有办法来实行哦。那求主也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来掌权。国家是财政，或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在操控在少数人的意见或是手中的话，那会影响到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权益、权利，还有许多在公家机关上班这些行政的费用。第三，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台湾今年度降雨量呢有创新低哦。
今年冬天的降雨很少，那甚至在南部曾文水库的蓄水量不到20%。不过感谢主，今天看气象，中部、南部都有下雨，但是也求主能够怜悯台湾，能够让在北台湾虽然没有那个缺水的这种经验，但是在中南部看到要下雨真的是一个渴慕和渴望对，求主来保守。那这段的祷告呢，我们要请素兰执事来带我们大家做祷告。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掌管天上地下的主宰。我们看到最近世界各地的战争，看到了饥荒，看到了地震，就好像我们在圣经上所读到的马太福音24章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地的饥荒地震是不断的。主啊，我们看到世界上美国、伊朗、以色列，他们在最近的战争当中，主啊，我们看到经济的动荡，世界的不安。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成功的斡旋美国跟伊朗，他们从今天起达成的停火2周的协定。主，我们感谢你。他们也要在4月10号，双方代表要进一步的谈判，求主你来掌权，使双方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来努力。主啊，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掌权。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的总预算卡在立法院当中。主啊，求你来怜悯，求你来赐福，让我们国家的立法院与行政院之间的协调沟通，可以有更好的方案，也赐下公义、和平，以百姓的福祉为优先。主，你一样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主啊，我们看到台湾南部水情的告急，求主你来怜悯台湾，使我们水不至于缺乏。我们看到在清明年假这几天当中，桃竹苗缺水的状况都得到了舒缓，谢谢主。我们也期待在最近在西半部、在南部，主啊，你可以降下恩雨、春雨来滋润台湾这块土地。我们要看见你丰盛的公义和你的恩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上的所求都交托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着要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那首先我们要为着教会在小会当中有成立一个信徒手册的修订小组哦。那么2006年呢，迦南教会推出了信徒手册的这个修订版。那经过了20年，那要继续再把这个修订版做一个调整，让我们现在的20年后的迦南教会呢，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的把过去先人所累积下来的智慧，还有在教会服事的这样的经验，能够做一个更新，还有保存，能够帮助不论是已经在教会或是才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来了解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召集人是庄凯安长老，每位凯安长老来祷告，以及这个小组在明天要来召开第1次的会议，也求主带领，让这个信徒手册和我们的像探访手册一样，都能够很顺利、如期如实的来完成。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儿童牧区在这个主日要前往龙潭的户外亲子礼拜。那我们目前昨天有102个，本来是80个。那到昨天已经有102个家长小朋友来参加，那也感谢主，从明天开始就一路出太阳，到礼拜天相信这个好的天气，
还有保守都能够平安喜乐。好，那还有小组在牧区，在这个礼拜天也要到石门水库，也要去踏青，也求主保守都能够出入平安。那这个礼拜天有从美国来的香柏树音乐，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在世界各地的音乐服事的见证。那第三，我们也为今天来做见证的台二区，好，我们谢谢洪满区长，还有台二区的4位小组长，以及呢也为在台二区总共有72位的组员和他们的家人们，为他们来代祷。求主来兼顾他们，能够带领台二区，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也能够成为许多弟兄姐妹的遮盖。那这段祷告要请家军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当中，主，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是因着你的名，主，我们这时候要为了教会来祈求。主要求你在今年教会成立的信徒手册修订小组，将更新现有的信徒手册，还有重整同工手册和信徒手册，以及建立教会各项制度和流程，使教会更有整体性和永久性。求主你带领小组，这个小组能够集思广益，使同工手册和信徒手册都能够顺利出版。主要因为你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主要让我们都能够守着，因着这个手册，我们能够守约，然后因着你的慈爱，你赐的慈爱，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得到神你的祝福。主要也求你真的是帮助带领这些来的这个礼拜天4月12号儿童牧区的这个活动，能够带领更多人来信主。也许有一些家长还不认识神，因着孩子在这里的主日学，主要他们能够更多能够来这个阿嘎贝的爱能够传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家庭成为神你所祝福的家庭。在前往龙潭老贝壳休闲农场举办的这个阿嘎贝户外礼拜暨亲子一日游，求主的恩惠保守参加小孩和家长还有同工老师们都能够从早到晚，从出门到返家一路平安喜乐，然后在户外享受神你的同在以及活动交易的欢乐。你在约翰福音14章的27节有说，主你留下给我们的是平安，你赐给我们都是平安，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心里不会忧愁，也不会胆怯，我们在这里都要喜乐。也为了台二区的洪满区长、小组长以及72位小组员，主要还有他们的家人信主未信主的都为他们代求。主要求你保守他们心里有你，生活中有你相伴，他们的出与入有你的保守，看一切平安喜乐在他们当中，他们心里没有忧愁，然后他们所需的主啊，你都赐给他们。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我们首先为着万双干事的外婆月香姐妹那在今天早上凌晨1点41分主恩召，那享受有96岁那感谢主。那这个月香姐已经好几年前就在迦南教会来受洗那感谢主，她的家人也愿意在教会来举行告别式，求主来保守在这月香节她的这个安息，都一切能够由主来看顾，也能够来向家中还没有信主或是还没有受洗的家人，能够来见证这份恩典和信仰。第二，我们也要为着信实小组敏娟，那她在主日复活节下午骑车不慎跌倒，目前有晕眩，还有胸部疼痛的情形也求主来看顾敏娟组长能够得到医治，没有大碍，也能够不影响她的工作还有服事，能够让她有健壮的身体，能够工作和服事。第三，要为着陈满姐也是中医长老的妈妈阿湾姐那她最近呢在这个小腿的部分呢
就是很不适的感觉，那已经有安排在4月中要来做这个检查，也求主来保守，让他在长庚医院能够让这个原因能够找到，也让他的这个神经末梢还有四肢的血液的循环都能够正常无碍。那最后也为着翠芬长老的大哥叫做詹黄忠弟兄那他也罹患胰脏癌，正在治疗当中。那他是住在台中的丰原，也求主能够看顾保守这个黄忠弟兄能够得到主的看顾。那我们也为其他我们各个小组，或是我们在小组当中，还有我们家中的家人，或是我们所知道弟兄姐妹身体身心灵欠安的肢体来代祷，求主来看顾和保守。不晓得我们现场当中有没有要提出代祷事项的肢体？没有的话，我们就为这几位月香姐、蒙主任招、敏娟组长的车祸后的复原，湾 Z 他要做的检查，还有这个黄忠弟兄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肢体，我们或是长期代祷肢体，我们其实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现在祝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阮教会肢体这辛苦对着病痛艰苦兄弟姊妹，求上帝你特别来看顾甲医治因，互因当地有助你的帮赞，有当地有助你的灌顾，互因有助你的话讲做因脚一个顶甲路就会跟。主耶稣，你的话就是天上的粮，生命的粮食，使我们能够领受，吃了喝了，不再饥饿，不再干渴，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要得到益处和健壮。愿主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常常在你的里面。愿上帝的平安、你的医治、你的喜乐，充满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生活还有家庭当中。让我们所到之处都有神你的平安和祝福，让我们能够来见证你。今天我们为着台2区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分享，主啊，不论他们所见证的或是他们所分享的，都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彰显。愿神你带领我们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工、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的见证会，让总共有5位在线上，有2位在现场的见证，让在台2区当中能够许多弟兄姐妹勇敢为主来做见证，也求你继续操练我们。虽然很多都是第一次为主做见证，还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见证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愿上帝你继续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彰显你的大能，能够来看见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世界，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社会来献上祷告，也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小组，为着我们的肢体和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上帝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圣洁的敬拜，我们同作上起立。宣告盼望。
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全队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祷告见证当中，看见上帝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许多的不一样的作为，还有许多不一样的经历。也愿这样的作为、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也听我们在这里所献的祷告，主啊，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愿主你的旨意能够降临，愿主你的国能够临到这地，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这个时阵也要做会用主所教是我们的主祷文，我们搁一摆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伫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人、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拍破啊，将一切因果来归给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嘛拍破来感谢台2区家乡的姊妹因的见证甲分享。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咱彼此来请安。好，咱今日暗时祈祷会到这，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